继续来到森林土库的幸福街，有人甲路面铺这个阿妈土，而且来放3架的鸭仔甲4个水泥的护栏，甲路规个封起来，边仔佫徛牌仔写讲，乌白当这个鸭仔食爱赔偿1亿，是互居民非常的困扰。原来这是地主坑的，讲地主不满附近的建商，离伊的土地来开路，才用这款的方式甲路封起来。 车路拢是红门头顶悬有4个护栏，阁有3个鸭仔，互居民完全无法度出入。车好啊，车好哦，哦，出入真无方便呢。要要处理都，啊，行走门口我倒去车顶。所以恁车拢停外口。里面的住户有一些是重病的老人家，都需要救护车进来接送。居民讲，这物件伫几个月之前陆续出现，而且边仔阁有坑经告牌，乌白叮当会罚1亿，大家拢真困扰。区公所到场会勘查出物件是地主坑的。 招的看，阮上路，咱坐来豆豆讲，区公所讲，地主敢若是不满附近的建商无甲协调，导致伊的土地起车路，所以放这物件甲路封起来。不过安尼已经违法。依照都市计划规定，它也不能有障碍物，就是不能增加原来没有的东西。所以我这波要求地主要限期1个礼拜以内把它排除。先甲车路恢复正常了后，区公所讲会要求地主和建商好好协调，莫影响附近居民的权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